感谢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会当过一摆伫咱的中间，甲咱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我想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咱有真侪机会来进入伫PowerPoint，好无？谢谢。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有一摆过一摆有机会会当接到真侪的请帖。毋知咱若接到这个无共款的请帖来到伫你遮的时，你会安怎样创？有一寡请帖来到伫你遮，你摕咧摕到全袂记的；有一寡请帖摕来的时，你会真注意，甲即个时间、甲即个地点、甲遮的所有的物件，咱拢备办好势，然后写落去伫咱的行事表。有时一寡邀请函来，有当时会感觉。你毋知要安怎处理，到底是买是有一寡请帖来，明明接到啊，然后你会找真侪理由，然后你会故意排要去旅行，你会排故意要去办这样代志，你会排故意要去做迄样代志。请帖，那假使今仔日有一张请帖是对总统府来，川普总统要甲你邀请，迄个赖清德总统要甲你邀请，签名你会全甲刻甲袂记的，还是你会故意找理由讲，迄日我拄啊无代，我拄啊有代志，还是你会紧，甲即个时间真注意甲写落去。今仔日的信息甲即个请帖有关系，伫遮咧讲到耶稣有一摆互人请。然后伫迄个请道的中间发生一寡代志，然后伫迄个边啊讲道的人伫咧讲一句话，讲伫上帝国三甲食饭的人有福气啊！伫上帝国三甲食饭的人有福气啊！因为伫耶稣的譬喻的中间，一摆搁一摆伫咧讲到上帝国。上帝即个上帝咱的上帝真特别，伊真爱请人客。即个上帝伫咧请的拢是办甲真大道、真澎湃、真粗糙，这是上帝国真特别的所在。意思是，这个上帝真爱劳力，这个上帝爱真侪人伫伊的厝内享受迄个 meet together， 三甲斗阵，三甲啉食。这讲到啉食，台湾人上爱。台湾人是啉食，有啉有食，才有讲话。才讲有话的民族 ，OK。特别耶稣伫譬喻的中间讲几若个，包括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迄个老爸就是亲像上帝，伫遐直咧等，但迄个浪子会当有一日转来厝内，三甲搁厝内人团圆食倒。厝内即个细囝浪子倒转来啦。然后主人就讲去啊，去请我厝边隔壁所有拢来欢喜庆祝，因为我这浪子倒转来啦。这个上帝就是迄个真爱劳力，借着各种的理由，要互人会当入来到伫厝内享受伫伊厝内欢喜快乐迄个气氛。佫亲像羊100只，死了1只。敢若为着100只，失了1只，上帝就找伊的独生圣囝，要去找找，为着找迄个失落的。咱来讲，这个比喻就是耶稣规身躯废食，然后为着要找迄个失落的1只倒转来，上帝国的用心，就干那要互厝内会当团圆合和。我想这呢，请伊记得，甲这个你我咱心内的上帝这个特质，甲刻伫咱的心内。咱的上帝爱伊的百姓，拢会当围围伫伊的厝内，享受迄个厝内温暖、厝内平安、厝内欢喜，迄个团圆。咱
感恩节也是安尼，圣诞节也是安尼，新年过年、旧历过年，逐个人拢迄个时间是家庭上欢喜的事。但是毋通袂记咧，上欢喜的时刻，有当时啊也是真寂寞的时刻。所以当耶稣逐摆若伫咧讲到譬如的时，譬如有迄个真光明、真欢喜、真恩典、真祝福的一面，总是譬如也有另外隐藏一个。你若无伫即个内面，你有灾难啊！你若无伫即个上帝国度的气氛的内面，也是你入来到伫遮，无伫伊即个国度无格调不合，整个拢袂合，可能你有灾厄啦。啊，即个留伫咱后礼拜咱再过来。今仔日我要注重伫即个邀请的宴下，即个邀请的宴下对旧约到伫新约拢共款。我咧今仔日我要讲的是，咱的上帝，天顶的上帝，造天造地，天地万物的造物者，伊就是即个特质。伫即个遮以赛亚即个遮伫咧讲，着以赛亚25章伫咧讲，着伫锡安的山。上主耶和华统帅要为着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准备一个大的宴席，丰富的餐宴，然后斟芳的酒，为着啥？为着要互天下万国万邦万民拢来伫三角聚集。耶和华上帝做主啦！耶和华上帝已经投放咱啦！耶和华上帝值得咱的欢喜庆祝。是啦，伊是咱的上帝，咱为意向就是要信靠伊，伊拯救咱，伊是咱的上主，咱用信靠伊，咱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伊拯救咱，因为伊拯救咱。伫遮伫咧说明的是上帝天顶的上帝，即位你我咱所信的、咱所相信的、咱接受的、咱伫咧敬拜、咱学落的，即位上帝，伊得有即个特质。伊要为着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准备迄个大宴席，因为伊有拯救你，因为伊有拯救我。来啊，是蒙恩的行事，咱三角来。但即个遮毋知你有想到，即个遮甲传统的信，迄个圣经的信息，伫咧讲着以色列是选民，到说以色列才是上帝所爱，甲今仔日。圣经哪敢若有无相像？但上帝是倒一位上帝？若看以色列是选民，那其他的他族、他民族、他宗教，无论你是甚物款的，你搁较安怎样认真拍拼、敬虔无效，因为都以色列是选民，剩的拢毋是。OK， 这是一种的信仰观。今日我带咱看的是无。这个上帝除了选民的上帝以外，伊除了是以色列的上帝以外，这个上帝也搁心胸真开阔，伊要为着万国万民准备一个大宴席，伊咧邀请你、邀请我、邀请咱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有经验，就伊请你、伊救你，伊伫你的人生陪伴一扮演一个真要紧的角色。然后你去调这个上帝，伊一摆真深刻，互你蒙着，然后你一世人持守。我甲你讲，只要你持守伫迄个蒙恩的经验，然后你行出伊所爱的，你拢是上帝目睭中宝贝的囝。伊要邀请你来参加这个宴席。这个宴会是对旧约到新约。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。路加14章，故事是对路加14章第1节开始。虽然咱今仔日是对15节，总是故事的前身是对路加14章第1节。这个才有讲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，法利赛人是宗教是会堂的首领，因管理因控制整个的宗教。迄个圣殿、甲礼仪，所有拢因伫咧排比。但即个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，伊请耶稣去引导甲伊食饭，
有人请耶稣去因兜食饭，真好啊！这是一个好代志，我也甲弄一个 plus。这样代志是 plus 是好。OK， 对耶稣安尼大家真尊重、真欢迎。但是即摆问题来啦，只有出现一个真无妥当的态度甲心怀。因请耶稣咧食饭，然后因逐个人圣经伫咧讲14章第1节 ，They were watching。因目睭金金伫咧看耶稣伫即个中间，会互因掠着什么把柄也无了 watching。因伫咧目睭金金，伫遐咧当耶稣有犯什么错无？由于请人食饭是好，后壁一个心态是真歹。拄啊，伫迄个伫咧食饭的中间发生真侪代志，耶稣生气咧。第一项发生的是啥？伫咧食饭迄个宴席的场所，有一个人规身躯涨水，规身躯水肿。一个人，咱遮咧食饭，有一个人水肿。伊讲有法度通去受邀请伫即个饭桌的中间，无伫遐点点，耶稣食袂落去，耶稣食袂落去，耶稣看到迄个规身躯水肿的人，伫遮办桌宴席欢喜快乐，迄个人艰苦伫遐，伊若敢若无存在，耶稣看到迄个时，遐个人伫咧watching him。因伫咧看耶稣安怎伫咧做即项代志，一项代志一个边城的人伫遐，耶稣咧看即个人，因咧看耶稣，嘛看耶稣安怎咧处理即个人，要掠空芳。耶稣看到因的即款的心态，就甲因提醒，耶稣甲因提醒，安息日。医治人、救人，通也毋通。OK， 伊知影，咱对圣经的了解，法利赛人对安息日讲安息日会当医病，会当医病啊袂？法利赛人 ，no。即摆问题伫遮哦，安息日，你若讲要敬虔，就拢敬虔啊。但是明明因兜嘛，佫办甲一大堆的宴席，当下要请耶稣，佫请真侪人客啊。OK， 然后伫即个遮有一个人，规身躯涨水，真艰苦。因当下伫咧看耶稣安怎做即项代志，耶稣先提醒因，安息日，医治病人，通也毋通，因拢毋敢回答。耶稣知因的回答，因心内的答案，就佫进一步甲因讲：，若是恁什么人厝内有牛有驴，伫安息日跋落去水井，请问恁会安怎做？恁家己的牛甲驴跋落去水井是伫安息日，当然徛伫恁来讲。迄是咱的财产啊，是牛啊，是驴啊，迄是我的牛，我的驴啊，拼死嘛是爱甲救起来。搁较安怎样动，搁较安怎深嘛是爱想尽办法，叫规庄的人来斗救、斗救、斗救。耶稣对因讲：，各位，不管因心内伫想啥。耶稣大声医治迄个规身躯水肿的人，然后互伊转去，祝福伊，互伊转去。耶稣才佫继续佫食饭。做是耶稣今日伫遮咧食的时，即个气氛就无通好啊。耶稣食了后，佫甲因讲一项，拄则咧食的时，我看恁中间有一寡人，逐个人直当遐咧占好的位，占好的位，占好的位。耶稣讲：恁若去用请的时候，宁可恁坐去较边仔位，听候主人若来看到你遮尔要紧的人，竟然坐伫即个位，
然后甲你请去迄个要紧的位较好，毋通你一个来就去占伫迄个要紧的位。等下主人来，伊的会中的中间的人客的中间有一个比你较要紧，就对你个带到你遐讲拜托失礼哈，即个位让出来，互即个人来坐。耶稣讲宁可你若去互请，都爱坐伫迄个较卑微的位，较好。因为后来做大仙的做路会，然后耶稣佫甲因讲：你若咧请人客吼，毋通干那请你的亲人朋友，毋通干那去请遐个好康的好业的，毋通干那去请遐个对你有利益的，毋通请遐个逐个人水准拢差不多的，毋通干那去巴结遐个人，因为你请我请你，逐个人请来请去，请到尾啊，其实迄个资源拢浪费伫恁所有遮个互相熟识的人。那安尼伫上帝国内面，无啥物通学落。耶稣讲，你若真正要请人，就爱去纪念遐个真善的人，善甲无面通食的人，就爱去请遐个摆骹的、半岁的、青面的、抬高的，社会互人看做无路用的，遐个离婚的，遐个心理有问题，遐个关系互人互整个家族等咧伫边仔遐个人，耶稣你若要请，宁可你用淡薄仔钱去请遮个人，遮个人，互你得到你的恩惠了，伊无法度通去回报你，伊一世人会纪念你的好，佫因为你对伊好，伊真正你一粒面包互伊，对伊来讲，伊就食一个饱。对伊一点仔好面，伊就感谢，因为真正是无。耶稣讲：恁若要请，宁可恁都爱去请即款的人，毋通恁做啥物好伫别人的身上，然后别人佫嘛是做共款，佫请你请伊一顿，伊佫回请你一顿，请来请去拢伫遐个中间。讲这对上帝国的目睭来看，一点仔都无利益。当讲到遮的时，突然有一个公道的人伫遐讲一句话：伫上帝国食饭的人有福气啊！伫上帝国内面食饭的人有福气啊！是啦，因为我嘛即今仔日即个人，伫法利赛人首领因兜伫咧三角食饭中间的一个人，听耶稣拄则讲的遐个话了后，伊发一句话讲：伫上帝国内面食饭的人有福气啊！我要邀请咱所有的人，今仔日我有一个期待，主上帝啊！我希望我人生的中间，有一日，真正会当甲主伫天国永远同道同快乐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望这是你我咱的祈祷，我望这是咱所有的人一世人伫咧热切的期待，期待有一日，咱会当真正受邀请伫上帝的厝内，甲主同道。耶稣佫继续讲一个譬喻，我佫讲一摆讲，伫耶稣四福音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福音的中间，耶稣讲40几个譬喻，每一个譬喻拢伫咧讲着上帝国亲像啥，上帝国亲像啥。所以安尼显明，咱即摆是伫地上的国度。咱即个活是活伫地上的国度，总是还佫有一个国度是咱未来要入去的，迄个是上帝的国。另外，才有两个世界，一个是咱肉体的世界，佫另外一个是将来灵魂的世界。咱死了后，咱的灵魂要伫倒位去？咱毋望咱会当亲像即个人心内即句所讲的，将来会当伫上帝国三角
坐倒的人有福气啊！这是一个邀请，希望咱大家人拢相合来。耶稣讲，有一个人拜耶稣，佮讲即个，譬如讲，有一个人拜大的宴席，大的宴席，请真侪人客，请真侪人客。然后到坐倒的时，伊佫找伊的奴仆，佫一摆去邀请，讲来啊，请来啊，逐项拢备半边啊，请来啊，逐项拢创好啦，人紧来哦。OK， 就伊遮已经有2个时间点，一个讲即个主人，伊要办一个大的宴席，然后伊事先去邀请真侪人，事先邀请。所以遮有真侪人已经接到主人的请帖。拄则咱一开始讲到，即个请帖内面绝对有写今仔日为虾米要有即个宴席，即个主人厝内有一个虾米代志，有虾米计划，有虾米活动，有虾米欢喜。OK， 这是一个。邀请你来参加。即个你通常拢是即个主人，不拢是上亲的、上好的朋友。亲至亲会甲好朋友，然后不拢时才会当伴，真早就接到遮个请帖，这是一项请帖先到，毋知偌久毋知，即摆讲时到啦，宴席拢备半边啦，牛抬好，切好，上倒，牛羊驴鸡东西逐项拢来。这个宴席满满的澎湃，有油有酒有啥，逐项拢伫遐。然后佫找伊的奴仆，进去甲遮个过去邀请的人讲：请来哦，逐项拢备办好啦，请恁紧来哦。OK， 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。第18才开始。一个拢有伊的理由。18节，遮伫咧讲着，有人开嘴讲：我拄拄卖一块土地，我爱去看卖仔咧。有一个讲：我拄拄卖5对牛，我爱去试看卖仔咧。所以请你示我。第3个讲，我拄拄娶一个某，我袂当去，请你原谅我。OK， 好，理由一大堆。英语讲 make excuses。由于当即个主人徛伫主人的立场，逐项拢备半边啊。即个邀请函早就拢发交伫恁的手中啦。是安怎样？恁有代志，恁前拢无讲半句话。是安怎？恁拢无先讲一声，然后时到啊，时到，则一个拢有理由。我毋知恁若是迄个主人哦，你伫温哥华上好的餐厅拢订好啊，订个50块倒。时间到啊！你早前邀请的，逐个人拢无啥物应答，对你来讲，因为逐个人接到，应该都无啥物，所以你50块倒是，你嘛是照安尼直款，拢上倒啦，结果无人。然后佫你找你厝内的奴仆去甲因催，一个，逐个人拢有理由。请想看觅。遮个有理由的人，甲主人的邀请当作啥？遮逐个人拢咧讲，伊有理由的，遮个人的理由，对主人来讲，成理由吗？请问你买一桌餐园厝体，已经你要去看迄个餐园厝体，要去验看卖啊咧？是要买以前验，还是买了后才来验？
你咧讲即句话，我买一块田园，我爱去试看卖咧，我爱去看卖啊咧，查验看卖啊咧，成理由吗？我买5对牛，我爱去试看卖啊咧，看因有力无力，有用无用，卖了后再来试吗？我拄娶一个某，娶某是即马突然发生的吗？还是娶某你知影讲以色列，因若娶一个某有一个婚礼，因的婚礼至少要7天，7天的宴席，然后即个邀请可能真久就互你啦，你拢无讲一声，然后死到逐项理由拢走出来，对主人来讲，这一些是理由吗？有真侪时阵，咱甲人咧斗阵吼，咱甲人咧斗阵，人甲咱讲伊的理由。咱心内拢真清楚，这是不是理由？咱拢真清楚，只是不戳破而已。伫遮咧讲到上帝国的邀请，遮咧讲到上帝国的邀请，这个邀请来到伫即个遮，这是一个 very sad 的一个事件。我甲你讲，遮个人客早前是有邀请的，遮个人对主人，迄是一个随便英语讲 wash face， 台语讲迄所有的一个怎对主人的献伊的面，互伊歹看面，互伊无面子，故意要互主人无面子，所以遮受邀请，遮其实已经对主人不屑，已经是对主人不屑，对主人的热情，对主人的邀请，对主人对因的因主人看因做宝贝，但因无甲主人看做宝贝。我想遮咧讲到即个落差。主人安怎甲你看做遮尔尊贵，甲你看做遮尔尊荣，甲你看做是我心目中的人物，结果遮个人并不屑于对这个主人，这个落差。你也看到，拢伫咧讲我，我想这个嘛是互咱一个真大的提醒，伫咱。伫上帝的面前，其实来到伫主的面前，要诚做受洗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其实咱拢做这样代志，悔改、认罪、拍破我家己，接受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做主，独主若定。耶稣讲：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。然后咱伫咱的信仰，常常拢伫咧讲，你着拍破你家己，拍你家己到忝忝，破碎我自己。但是偌侪时阵，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伫咱甲人斗阵的中间，不时迄个我安怎想，我安怎样计划，我是安怎认为，我安怎样，拢是我。啊，若逐项拢是我的时，主人呢？主人呢？上帝的国，耶稣基督的教导呢？迄个我若直直起来了后，我若直直显明，主人的角色就直直无去了，袂要紧去了，直直歹度起来。所以，即个我，即个人的理由，已经毋是正经的理由。即个人的理由，迄是对主人的邀请。咱来讲，即个主人就是上帝，是对上帝的无尊重。所以，遮咧讲，上帝生气啦，主人生气啦，主人生气啦。即个道拢摆好，餐厅拢订好，宴席拢上倒，但要安怎？该来的人拢无来。啊，若坐伫遐，你若是主人，佫袂当安尼讲呢？你若讲，你若叫讲啊，今天怎么该来的都没有来？啊，哪里现在来的这样都不该来啊？哇，这还佫爬着佫出去。所以这咧讲到主人心碎，但是他会变到安尼，所以就请伊的奴仆讲恁去到街头巷尾。恁去街头巷尾，所以这就已经毋是原本主人手内的遐贵宾的名单咯，拢无伫主人贵宾的名单内面，就只要去，倒饲庄脚，
悬山海边，逐所在请恁去，只要恁若会当找着人的，圣经伫咧讲强迫他们。其实迄个强迫毋是真正言讲有啦。咱中间迄个Henry Way 吼，就是Henry Way安尼我载你来哦，无要来，我载你来，你若来个迄个礼拜日下晡，我1点我来去甲你载哦。我无代志，我无法度啦，我无要紧啦，你迄啥物代志，我甲你斗相。我讲，即个有真侪时阵，咱若真正伫咧邀请一个人的时，伊有啥物问题，无要紧，我替你创。我爱先食饱，无要紧，我对阮兜佫先甲你炸一个便当咧。咱当车来。即款的即个就是讲，秘密正钱要说服一个人，秘密正钱说服一个人。音乐会我都无对音乐会我都无趣味，无要紧啊，你倒来，我票我拢甲你准备好啊。OK， 佫是上好的位哦。互你直当讲到尾啊。好啦，怎甲你来去？就为伫即个遮咧讲着一项，偌济人今仔日入来到伫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偌济人今仔日倒来到伫上帝的厝内，有份伫即个上帝国的宴席，拢是有一寡基督徒再三直咧做邀请的工去。即个人拢毋是伫原本的贵宾的名单的内面。遮咱佫看到罗卜，就为遮咱佫看到罗卜。咱毋知即句我会当邀请你进入迄个罗卜。伫今仔日即个中间，主人摆设宴席，主人有一寡名单已经做邀请。罗卜的出现时到了，餐厅桌拢已经上菜了。然后看到遐侪人无，主人讲叫伊的罗卜出去邀请，时拢到了，桌拢摆半边啊，请恁来，主人早就甲恁邀请啦，即摆拢摆好啦，请恁来，罗卜伫遐。然后请佫请无人，理由一大堆，主人讲无去街头巷尾请遐个人来。按怎样想尽办法，互伊入来。罗卜主人怎样交代，罗卜怎样照安尼去行。然后请来了后，佫讲去叫遐青面的迄个无钱的送佣人，青面的变水的摆开，请因拢来。然后请来讲，主人还佫有呢，还佫有剩位呢，全部拢直请。因为遮个罗卜对头到尾拢无半句话。咱会看到即个譬如的中间咧讲到即个罗卜，上帝目睭中，伫上帝即个国度内面的罗卜，真心真性真力真意。遵趁主人的交代去做，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罗卜。伫 NRSV 的圣经才咧讲到 slave。原本我真无爱用这个 slave， 这个我通常拢爱用 servant。但是 NRSV 这个长老教会伫咧用的这个圣经的版本讲 slave。原本我伫咧解说即个 servant 甲 slave 的差别 ，servant 也佫有一寡家己的意思，比如讲你我咱是上帝的妻用 servant to serve God， 咱也佫有咱的自由意志，咱也佫会当有一寡心意。总是有NRSV 长老教会咧用的，加拿大长老教会咧用的即摆的即个版本的圣经，伊遮翻译的是奴仆奴才 slave 奴隶。这是完全无有家己的主意，伊的存在完全照主人的指挥。伫某一个程度，我真爱；伫某一个程度，我真爱每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拢搁倒来伫遮。主啊，
阮每一个人，无论阮的身份是啥，阮做牧师的，阮做长老的，阮做执事的，阮做同工的，阮做会友的，每一个人，阮无有家己的意思，阮拢讲看圣经安怎讲，上帝的话安怎交代，阮拢欢喜照安尼来行。要讲阿免无？因为任何人若家己的主张、家己的看法提了出来了后，搁要安尼坚持，后壁的人非了了行。啊，伊也安尼，伊也安尼，伊也安尼。你看教会若有出代志，拢是拄啊伫遮。伤济家己，我才发觉讲，嘿，我过去我无啥爱的即个，我感觉伫真侪时阵台湾人的团体即个爱特别搁伫即个遮来反起。咱伫上帝的面前。咱欢喜讲，我降服，真侪诗歌拢讲 I surrender， 我降服主啊，我降服。我无爱有家己的意思，我爱亲像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讲，爸啊，若会当将即个苦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真侪时阵，咱都若安尼来，然后逐个人一心一意，都干那要来实践上帝。看上帝安怎样伫即个国度内面，伊要安怎样来陪伴咱。所以罗伯伫即个角色，伊只有恬静降服伫上帝的差遣，伊无有家己。那安尼咱过来看讲，第一杯邀请的遐拢是贵宾，拢是有钱人，有钱人才会去买土地、买资产。有钱人才会去买5对牛，我去非洲几个国家，我知影讲一个家庭若有1只牛，就已经是好业人啊！伊有法当靠伊只牛伫咧饲规家啊。才5对牛是10只，5对牛的意思是也阁会当生1堆的牛仔囝，所以这是好业人的家庭。啊，有钱人个娶某，爱就爱阁准备到7天的大宴席。你知影讲第一批邀请的拢是好业人。各位，即个才来讲着，才来讲着，是咧讲着，真侪时阵，好业人理由上侪，啊好业人，哪好业了后，就哪袂来做礼拜，哪好业了后，伊拢有伊家己的计划，家己的schedule拢排到满。总是伫即个遮，你会看见上帝的心怀。上帝直直望，无论啥人，无论好业，无论善，无论是你有地位的，无论你无地位的，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，你拢有机会到最后，即个门，上帝国的门，上帝国的宴席已经开开啦，已经开开啦。我要离开温哥华的时，2008年我要离开温哥华的时，咱遮已经坐满人。2008咱遮已经坐满人。咱有一段时间，你若看历史，咱的教会到90几、100桶的伫遮。啊，即马也阁空位遮尔济，所以拜托的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爱咱即个厝内拢坐满。圣诞节要到啊，圣诞节要到，咱开始来邀请好无？甲过去一寡人拢甲因叫来，啊入来到内面，咱拢干那要讲上帝的话。入来到内面，咱干那，我感觉咱真好，咱礼拜煞了，搁伫下口有一寡只的交易迄个地点，啊然后咱搁会当去接近一寡安尼对台湾新来的只个少年的朋友，真好。啊若食袂了，拢互因炸电去，互因就去感受，哎哟，来到即个遮真温暖。啊，这拢毋是外口的社会有诶。例如我伫咱保利庇附近即个遮，我直直要行路去看迄间，一间教会后来变做一间庙，咱知无？咱知有即项代志无？有啦吼，中正也有吼。我直直要去参观即间，我至少我要用2点钟去伫迄个内面。一间教会伫咱保利庇，怎变做庙？基督耶稣的教会，全礼拜甲全几年无人，变做庙了后，即马逐工拢人满满。
搁对印第安的，搁对印第安的所在，游览车一台一台直载来，再要还创啊！庙内面的人伤惊。然后这间庙开放互社会的人伫遐交易，要注意哦。咱基督教会常常问鬼呢。上帝国伫咱的上帝国的，这个门是开的哦。我拢真担心，咱知道一寡，咱现在上帝将这个教会权交代咱，我真担心讲教会失到迄个管理教会，这是上帝圣殿，迄个圣殿的实质的，咱直直失落去，失落去到听，你讲听的所在无听，你讲灵敏的所在无灵敏，你讲下面的所在拢无人咧下面，拢互相这个去咧，这个去咧，就是散了去了。因为即摆敢若通过这个演习，咱搁倒来伫咧想讲，这是上帝国的邀请，互咱定心搁倒来伫即点，互相邀请，遮久20个位，咱直直邀请到圣诞节咱看看嘛，敢好？我来当我真茫讲，咱圣诞到了，后个月就是啊，搁拄好过是我助理。我真茫讲圣诞，咱敢有可能搁有圣歌队？人献伫白做顶面遐有黄金如香葡萄，咱无遐黄金如香葡萄通献，无咱来献咱的诗歌来学乐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会使无？望这是一个恩典的门，上帝已经为着咱开的这个恩典的大门，咱毋通甲关起来啊！所以。耶稣伫路加13章29节讲，伫未来要有百姓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拢来到伫上帝面前三甲一道。OK， 你看耶稣，所以这是上帝国的心怀，上帝国的意爱，拢伫逐所在，人是主动来，要主动来，这个叫什么吸引力？这绝对要上帝的美伫遮。毋是你的味，毋是啥人的意思。迄个所有我拢退掉，敢若独上帝徛伫遐。我想啊，因为人咱来寻无是要寻无上帝，寻无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是个救恩，寻无圣神的同在。看，路尾要做大圣，大圣要做路尾。咱只有一句话，咱斗阵读一个红字遐，咱读一个好预备来。一代信，二代兴，三代无无平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我上满处经。搁一摆啊，预备来，一代信，二代兴，三代无无平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我上满处经。这是咧讲着台湾基督传统的基督徒的家庭的悲哀，你知影？咱福音150几年前来到台湾的是第一代拢什么款的人来信耶稣？第一代拢是遐规个庄头内面无路用人，无路用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迄时爱去甲红门仔斗阵，红门仔。死无人靠，因为基督徒都死都无人担啊，伫咧跪，都无人担啊，伫咧。所以红门仔甲红门仔斗阵，死无人靠。所以要甲这个人斗阵，拢是庄头遐走头无路的人，无人要去信恁遮去啦。因为迄个红门仔迄种宣教师，因需要有人扫地，因需要有人替因煮食，因需要有人替因斗包药啊。因咧开学校的时，需要学校有即款的工，迄个工人，然后遐拢庄头的人，要去，因为去到信耶稣啊，遮个红门啊，爱教因白话字，爱教因读圣经，爱教因读圣诗，爱教因捌字，就捌迄个白话字。就爱捌个叫因礼拜日拢都爱休困做礼拜，无拢遮个庄头无路用人去。无拍算第一代才上无路用的人信耶稣，因生落来第二代的囝，逐个人拢捌字，因为宣教师要求每一个囡仔对细汉拢都要读白话字去主日咯，然后佫会
唱圣诗，唱圣诗遮个人，都培养，都差不多拢去伫台湾伫1980年代以前，每一间大学的音乐系几乎拢是基督徒，对不？所有大学的音乐系伫1980年代以前，几乎拢是基督徒的青年去读，因为拢伫教会才有机会碰到迄个风琴、钢琴，个人为着要每一间教会栽培的司琴，拢免费教、直直教。遮个人到尾拢读音乐系，做医生、做律师，第二代就兴起来，兴起了，因的囝，第二代好起来了，因的囝。拢困到会使时，困到无法度通煮一落。搁来，遮第三代搁起来，搁拢读好的册，着搁做大生理、做大医生，无闲通去教会啊。所以无无明，讲着信仰无无明。第四代你请我无闲，第五代人咧相命，甲人去相命，人咧讲看一甲人去看命，人咧讲你若要开幕哦，你即个椅仔都黄南黄北哦，着你的八字哦，第五代全拢甲人搁较世俗化，搁转去啊。就是当咱讲来到遮个时，要讲啥？请问咱古早若传统的基督徒，咱古早的信仰还有伫咧吗？然后你若是即规也搁坐伫遮，你若感觉信仰对你真要紧，咱拢即个地上即个国度已经暂时要过了。咱拢直直已经要收淡，搁过咱咧备办迄个天国。伫地上咱有即个宴席，咱望咱有一日咱会当甲主同倒伫天顶。即摆当咱伫咧翕幕这个时，咱会惊孙呢？咱会惊孙？咱会感觉这要紧，咱会惊孙呢？因为望。真正咱会当亲像遮个路步，会当对即摆开始，真正搁来到年底以前，咱会邀请一寡人趁圣诞节，趁圣诞节咱加叫一寡咱过去的遮个朋友，搁拢甲因叫倒转来，也是厝边隔壁若有一寡人，伊心若艰苦，毋通袂记哦，圣经直直咧讲诶，要请啥物款诶人？送养诶、破病诶、残障诶、青年诶、歹骹诶。这佫直直讲着足济啊！离婚的，心内破碎的，有恐慌症的，有真侪问题的，人生有真侪问题。新的移民才有真侪袂适应的，因也佫关伫厝内，也佫咧流目屎。各位，请你拢甲因开喙讲来，恁拢三甲来，来到伫即个遮，至少有5个人会当甲遮个人三甲讲话。然后佫有5个人甲因讲，请望后礼拜佫会当看到你。伫遮咱若有做过担任过职务的人，你毋通想我即摆我都无做啊，我都毋是现今的。喏，伫上帝国内面，逐个人拢是奴仆，请咱拢爱主动去甲人请安，然后请因后礼拜佫来，好无？毋望一代佫一代，咱即个才有真侪人。愿咱三甲拢来回应即个邀请，上帝的国伊望坐满满。第一波的拢无互伊失望，望你若已经财前起来的人，你若已经兴旺发展起来的人，你也佫会当存留伫遮敬畏上帝，毋通袂记咱的根源，咱家族兴起来是因为即个信仰，因为上帝怜悯高升咱。望咱也佫到咱即代，即个福音的邀请，佫到伫咱遮的时，咱会当也佫较强调，主啊，我愿意，主啊，你为着我的备办，我要。所以若教会内面有一寡邀请的声，你着随时甲伊讲好，我即个时间我随定起来，迄个时间我随定起来。意思是啥？我甲即个好的成功当做一个代志。无要甲即个邀请，常常甲等咧伫边仔，然后讲我无法度，真侪时阵咱伫教会内面，咱即个也讲无法度，迄个也讲无爱，一项代志，一项好事永远都无法度开始，好事定定拢对3、5个人开始就直直起来。所以咱做一个受邀请的人，毋望咱珍惜，这第一。
你我咱有两种的身份，一个是受邀请的，另外是一个奴仆。奴仆咱就是照上帝的意思，咱望咱会当尽力顺服伫主，听伊的命令。那耶稣基督已经是上好，要互咱的礼物，愿咱领受了后，咱会当受差遣，尽力来服从。愿上帝的施恩赐福伫咱的中间。最后才会一个结论是讲，上帝互伊邀请，你有要正面回应无？第二是为什么条件若好的人，通常拢无伫遮？条件若好的人是安怎样离开上帝公人远？因为因已经毋免靠上帝啊，因要伫钱就有钱，因要伫啥就有啥，总是性命若无上帝，到尾啊，天国的宴席，任何人你地上搁较安怎丰富，天国袂当用地上去买。第三，上帝国的心意是圣国要受充满，毋茫你我咱拢不时回应讲主啊，我愿意，我伫遮。第五，上帝给耶稣基督的教诲，是毋茫逐礼拜就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宴席。所以礼拜日毋茫你来，礼拜日毋茫咱搁邀请其他的人来，互咱有份伫即个所在，嘛甲教会创造甲亲像一个欢喜的宴席，逐个人来到伫遮就足爱。然后毋茫咱的厝原来当成做邀请人去厝内三甲坐倒、三甲啉食的所在。留意即个世代，人若无爱互人来，人若无爱互人去厝呢，你敢知？若要见面拢伫 7啉咖啡，要见面拢伫外口。为什么？你若来阮厝内真麻烦。OK， 但是毋通袂记上帝国的形象，定定厝爱有人伫遐咧出入，厝爱有人行踏，才有温暖嘛，才会清气象。然后伫遐，你迄个有清气象、阁有温暖的所在，你怎样邀请人，就会缀你行，因为伊已经得到你的倾慕，已经得到你的疼。毋茫咱会当大声享受地上的天国，然后有一日咱要斗阵享受天顶的天国的宴席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愿主的神开拓你的话，感动阮的心。互阮接受你上帝国的邀请，然后阮会当成做一个不管教会的人，不管上帝的神安怎样伫遐，直咧甲阮，只要直咧甲阮邀请一个良善的工，阮拢会当讲是啦，我欢喜参与，我欢喜有份，我羡慕上帝的国各种美善的发生。我嘛恳求上帝帮助阮。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尊主最大、趁主之义、顺良的奴仆，互主来采用。感恩祈祷靠主的名。